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 好吧》。今日呢，民族樂呀 No Boy 野餐也搶到一個東江的主播，就是大家的好朋友怡姐。Hello， 好久不見哦，我是怡姐。而且怡姐今天很貼心哦，然後應該得準備很多的食材。最重要的是，今天呢要做這個沙拉，非常的特別。這個呢，吉醬啊，其實也是我們今天要教觀眾朋友學新單字，就是晉級 get it， 沒錯，就是 get it。怡姐，那我們都準備好這些食材啊，順便來教觀眾朋友這個沙拉的客家話該怎麼說，你會嗎？沙拉，沒錯，其實跟中文很像，對不對？沙拉，沙拉，沙拉。那這個時候，我們就把我們所有食材都把它 mix 起來。好啊，一起來吧。醬嘍。真的很漂亮哎，五顏六色，而且其實今天我們做的分量蠻大的。等會可以叫大家一起來。對，今天的沙拉醬呢，我們準備了有一類，就是一類做的吉醬，還有香吉汁，這樣酸酸甜甜味道應該是很不錯。怡姐，那我們這個醬已經調好話，順便要來教觀眾朋友講一整句的客家話。好啊，就是吉醬沙拉，味道很爽口。吉醬沙拉，米湯懂情送。吉醬沙拉，米湯懂情送，100分，很厲害哦。那現在呢，我們要把我們已經調好的吉醬還有香吉汁的部分，把它淋到我們沙拉上嘍。好啊，那我們來吃吃看嘍。吉醬沙拉，真的不錯吃哎。這個吉醬啊，其實它的運用方式很多。像我們帶出來野餐的話，你也可以拿來泡茶。哦，對哈，真心推薦吉醬沙拉，吉醬沙拉不錯吃。天氣這麼棒，出去野餐是最好的選擇了。當然了，我們今天認識了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荊棘 ，gide。第二個呢，來看到就是沙拉，沙拉。第三個呢，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吉醬沙拉味道很爽口，吉醬沙拉米湯懂情送。吉醬沙拉米湯懂情送。其實啊，吉醬變化非常的多，大家可以拿來當蘸料、火鍋湯底，變化都可以讓自己自由來變化哦。好，我們下次見了，拜拜。